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礼拜前先来团练2首圣诗。第一首是圣诗第18首，我心呼噜上帝。第二首是圣诗第5首，真主上帝造天地。这2首会互咱一个感觉，就是讲，这个我心呼噜上帝，这个敢若亲像是较西洋的啦吼，西洋来的歌曲。真主上帝造天地，咱这个编步调的吼，编步调敢较有台湾味的吼。但这2首同款的一个意义，就是呼噜上帝，呼噜上帝。伫这个以赛亚书65章18节头前，伊一句话，我看了真感动。伊讲：恁着因为我所创造的来永远欢喜快乐，就是遮尔简单的一句话。咱着爱因为上帝所创造这个所创造的，就是遮简单，来永远快乐。毋是叫你今仔日快乐，明仔载毋免快乐，是永远爱快乐。这个作词的，这个名这个名真长哦，叫做马尔特比达文波特巴布科克。这个作词者是一个美国人，是19世纪一个神职人员，嘛是一个作家。伊写遮尔水的歌词，我心呼噜上帝，无论是甚物所在、甚物处境、甚物境遇，拢来唱出我心呼噜上帝。呼噜伊大尊名，虽然歹待暂时纵横，公义稳当得胜。来，咱来唱这首咱真实的歌，拢总有3节。来，第1节。我心呼噜上帝，出人意外的美，天地万物三甲名相，呼噜伊大尊名，心高参日之中，中中大爱观赏。小等者，感觉声敢若无啥出来吼，可能毋知是困无饱，还是食无饱吼。咱唱这条歌，着爱足对心底唱出足欢喜哦。必着因为我所创造的来永远欢喜快乐。来，第1节搁一遍，来。我心呼噜上帝，出人意外的美，伊对万物三甲名相，呼噜伊大尊名，手握参日之中，永中大爱观赏。在。我心呼噜上
好，过来，咱今日讲道题目书，伊用马太福音第6章25到34节来甲咱勉励，其中就是咱的金句所写的吼，就是讲无得看路，讲阮要食啥物，要啉啥物，要穿啥物，因为遮个拢是外邦人所求的。恁的天父也知，遮个拢是恁欠用的，独大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遮个物拢要煞互恁。今仔日特别介绍另外一首诗，就是信歌队要吟的、要献的这首诗，就是我心尊主最大。这首诗是足符合今仔日的讲题，也足甲这两首圣诗共款，拢咧学罗上帝。我心学罗上帝的所在。彰显主荣光，尊贵到万世。看天顶正天神的运行，讲起上帝创造大权能。哈利路亚！我心尊主最大。希望咱等下甲信歌队做伙，用这首献诗，我心学了上帝，咱来做伙学了上帝。咱过来吟第二首圣诗，圣诗第5首。真主上帝造天地，哦，变步调，哦，真趣味，真好听的歌，来。真主上帝造天地，为光为暗无难为。伊当作日当暝，世界万民同乐意。第2节，上帝主心着健康。好，咱练习到这，准备心来做礼拜。
今仔日是普世圣经纪念主日，奉献地仔放伫座位的头前，请兄姐关心代祷。请安静，当心来敬拜上帝，祷告。无惊歹人的计谋，无徛罪人的路，无坐武万的人的位。这号人有福气，伊所欢喜的，就是上主的律法。明日三思的，也是伊的律法。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亨通。三甲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18首，请起立。
即时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人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搁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用启应文第5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启应文伫圣诗后面1003页。启应文第5篇，诗篇第8篇。上主，阮的主啊，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你起造要塞，封闭敌人。看到你亲手创造的天。啊，人算什么？你要遐尼关心。你创造人，互伊比天使小可较低。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一切羊甲牛，空中的飞鸟。上主，阮的主啊，你的威严普遍全地。同心来祈祷，万军的统帅，上主，阮的天父上帝，阮要来唱歌学到你，阮要称赞拯救阮的保护者，阮要用感谢来到你的面前，阮要对你唱欢喜的歌，因为你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神明的大君王，伊统下对极深的所在，极悬的山峰，嘛伫你的手内。你创造海洋，大海嘛属伫你，土地嘛是你亲手创造的。阮要来鞠躬敬拜你，阮要来跪拜创造阮的上主，因为你是阮的上帝。阮是你牧养的羊群，是你照顾的子民。慈悲怜悯的上主，阮也要恳求你，照你的慈爱怜悯这个世界。随望阮这时阵已经进入大港节期，阮得准备备办心来纪念救主降世。毋过伫这个看起来应该充满平安欢喜的时阵，各地也有侪所在的百姓活伫困苦、艰难、甲逐款的压迫中。阮知到当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还未收煞，伫非洲造成侪死伤的苏丹内战也还在进行。伫亚洲缅甸北部的军事冲突，造成20多万人受迫。离开家园，伫巴勒斯坦的冲突，除了造成真侪的死伤，嘛造成200多万人流离失所。和平的人群，阮的上主啊，阮实在毋知阮通为着遮个受苦的百姓做甚物。毋过，阮恳求你，伫阮的心为着遮个流离失所的百姓背白时。照着你丰盛的慈悲，通过你的大权能来实得平安。今仔日是普世圣经纪念主日，感谢上帝差派陈牧师来阮教会讲道，也愿你的圣神感动陈牧师，予伊带着你赏赐的气力甲智慧，开拓你的道理，你的完整人。阮也要感谢你，通过台湾圣经公会正当讲的服侍，
互阮通过家己的母语来明白你的真理，通过圣经的翻译，互阮台湾逐族群通保存家己的语言。毋过，阮也知，伫台湾也有侪族群无有家己的圣经通读。求主兴起搁较侪支持者来关心圣经翻译的事工，也求你施恩赐福，互台湾圣经公会同工，互台湾所有族群通早日有家己的母语圣经。阮诚心拜列以上的祈祷，这时阮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吟讲。我的天，你的悲。你的光临到你的基的家，你的亲手的我的心。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段第6章25到34节，伫台语汉语本新约第7页，和合本修订版新约第11页。新约马太福音段第6章25到34节。所以我甲恁讲，无得看如恁的性命要食甚物，要啉甚物，也是恁的身躯要穿甚物。恁的性命减无较大伫美牛，也恁的身躯减无较大伫衣裳吗？试看天中的飞鸟，无种植，无收成，无积蓄伫측仓，恁的天父也得饲因。恁减无比遐个较贵气吗？恁什么人会用看如互性命较长一刻久？啥事为着衣裳看如啊？刺伤山里的百合花，怎样大丛？因无着磨，无芳者。若是我甲恁讲，当所罗门行我的时，伊所穿的毋达着即荷花的一蕊。打山年的草，今仔日伫地，明仔日迄伫火炉，上帝互伊穿到安尼，何况恁小信的人啊！所以无得看如讲，我要食甚物，要啉甚物，要穿甚物。因为这个拢是外邦人所求的，恁的天父也知，这个拢是恁欠用的。独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这个物拢要煞互恁。所以无得为着明仔日看路，因为迄个明仔日，伊要家己看路，一日的艰苦，伫一日到业。请陈清平牧师讲道，题目是“伫所先后即郡道义”。陈牧师，各位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抬杠节第2主日，我有一个朋友做一个圣诞节的装饰，互我挂伫遮。预祝大家圣诞快乐！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节，检采咱已经拢认识，就是主耶稣在甲咱勉励讲，咱毋免看路。对25节开始，伫个规段的经文内面，主耶稣讲真济摆，讲毋免看路。到伫最后34节，相反嘛是甲咱讲毋免看路。而且我特别用31节到33节，主耶稣在甲咱讲毋免看路，咱要食啥物，要啉啥物，要穿啥物，因为迄是外邦人所求的。外邦人的意思就是毋捌天父上帝。对今仔日来讲，就是无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因为咱所需要一切，咱的天父上帝拢知影，所以伫这段的尾啊，主耶稣甲咱讲，独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这个物，拢要煞互恁。这是较早前的翻译版，现代2021年，阁有一个新的台语汉语版的翻译。迄个独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有时啊，咱会感觉讲真抽象，迄是啥物意思？所以咱看即个2021年新的翻译版，伊翻做着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这个物件就会拢煞互恁。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意思就是讲，咱就爱将咱家己交伫天父上帝的手里。
然后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我用一个较无共款的说明，迄个红字就是讲生，然后伫下骹遮的物件就会拢煞互恁的情，我加一个然后。迄个意思就是讲，咱若先追求天父上帝主权，甲伊的旨意的实现，然后遮的物件就会互咱。所以主耶稣伫即段的经文内面，毋是干那遐尔表面，甲咱讲毋免看路。主耶稣的意思是爱咱，知影有先后的次序。今仔日咱的题目有时啊要读，有一点仔困难吼。知所先后，即君道义，这是早前一本册的内面的一句话。伊规句是讲：物有本末，是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即君道义。迄个意思就是讲，物件拢有根本甲煞尾，代志嘛有开始甲结束。所以咱若知影即个先后的次序，咱就接近，若是伫信仰内面进入即个真道的内面。所以主耶稣伫即段圣经节内面，事实上是咧问咱一个问题：伫你的活命内面，啥物是第一优先？咱追求食的、穿的、用的，也是真侪物件。有的人追求是我家己自我的实现，为我独尊，我要做啥物拢会使，有可能是安尼。总是主耶稣伫遐咧甲咱讲，就要先追求天父上帝主权甲伊的旨意的实现。迄就是表示讲，伫一个基督门徒伊的活命内面，都要有次序，知影啥物是先，啥物是后，然后咱就会得到祝福。所以主耶稣所在讲即段的勉励，也是提醒，也是劝勉，这是一个咱得到恩典、得到福分的关键。咱就要大声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遮个物件就会拢煞互咱。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讲，咱爱追求主权，天父上帝伫咱的活命内面掌权。而且我要讲一个例，阿伯啊，甲提款卡的代志。咱拢有一张提款卡，有的人几啊张。这大概是30年前，提款机拄啊开始。有一个住伫庄卡的阿伯啊，原来伊的囝儿拢伫外地咧工作，真有效，每一个月拢会寄钱互伊。毋过即个阿伯啊，伊古早毋捌读册，伊是做田，所以每一摆收到迄个伊的囝儿寄来的现金袋啊，伊都爱去邮便局拜托人甲写即个存款单，然后存入去伊的即个邮局的户头内面。然后伊若要领钱，伊共款都爱去邮便局拜托人甲伊写提款单，然后领钱。后来即个提款机开始，今仔日真普遍，毋过伫30年前，可能是邮局较有，所以伊的囝儿就甲伊办一张提款卡，甲伊讲：阿爸，后摆你若要领钱吼，足方便哦。你去迄个邮便局吼，迄有一只机器，迄机器吼，我毋知咱会记哩无？开始的时，邮便局迄个提款机有画一支手，啊摕一个卡片，恁会记哩无？安尼甲扔落去，吼。所以迄个阿伯啊，头一摆伊就要去领钱，真欢喜。
伊到伫迄个提款机的时，伊看前看后，因为伊的囝甲伊讲，你著爱真小心，因为有人会偷看你咧领钱，啊，然后无定会甲你的钱领了了，啊，伊著照迄个机器所表示的迄个软落去的空，啊，著甲软落去，迄个卡片就走入去内面。然后即个阿伯啊，真细声甲提款机讲：“我的密码吼3388，啊，我今仔日要领2000块，赶紧的。”咱拢知影这是无可能，毋过阿伯也毋知啊。过一段时间，伊掠做讲无搭着中营航空。讲台语袂通，伊就用伊真无流利的华语讲：“我的密码是3388啦，我要领2000块，赶快！”迄机器当然还阁点点拢无反应。后壁少年的，咱看到迄个图，甲伊讲：“阿伯，毋是安尼啦，迄个时阵。”因为时间拖伤久，卡片走出来，迄个阿伯也真生气，转迄个提款机讲：“我检都爱讲英语才会通。”今仔日，咱拢知影，这敢若是笑话。不过，这个故事在甲咱讲一项真要紧的代志。迄个提款机内面阿伯要领的钱是伊家己的钱。伊的囝儿寄来互伊，迄是属于伊家己的钱。毋过伊毋知影特殊，毋知影善后要安怎处理，结果伊无法度领着伊家己的钱。迄个意思就是讲，咱的天父上帝应允咱真济福分，总是你要得到这个福分。都爱亲像拄则主耶稣甲咱讲的，独独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然后这下面拢会互恁啊。咱有照即个次序，有照先后的即个次序，也是讲现代新翻译的讲，咱都爱掌握上帝的主权。我将我家己交伫天父上帝的手中。互伊引带我一生的道路，照天父上帝的旨意行达做人，然后安尼咱就会得到福分。我伫牧会过程的中间，有真侪兄弟有时还会疑问，讲天父毋是应允咱会得到真侪福分，啊，我哪会拢无？是毋是咱亲像即个阿伯啊共款，无照迄个次序，结果领袂着家己的钱。事实上，即个次序伫咱的生活中嘛真要紧。咱看到交通的仪器，迄是保障咱性命安全。假使交通的号志是干那参考用的，到时即个交通就袂通。所以次序这真要紧。一个基督的门徒是安怎伊的活命内面需要有次序？是安怎主耶稣伫遮甲咱提醒，也是甲咱要求，讲咱都爱保持伫咱活命内面的次序。咱会当对天父上帝的创造讲起。咱知影天父上帝的创造是条条有理。伊第一天做啥物，第二天做啥物，第三天做啥物，伊的创世纪内面真清楚。到伫最后的一个创造是啥物？恁会记得无？哈？人无毋对，拄则咱所读的启应文，伫遐讲
咱的天父上帝真对重人，看咱做真尊贵，敢若比天使小可输一点仔尔。我毋知恁捌想过这样代志。既然天父上帝遮尔看重人，因爱无伫创造的开始，人就互伊生出来，然后徛伫天父上帝的身躯边，而遐来完成所有的创造。安尼时，天父上帝要将这个创造交互人来管理的时，毋是搁较理所当然。我毋知大家捌想过即个问题无？我细汉的时捌想过，毋过我的主日老师甲我讲，讲囡仔，天地开始还未创造的时，无日光，无空气，无水，这是咱人类生存真要紧三个要素，就是遐个动物嘛共款。所以，咱的天父上帝毋是懒散创造，讲伊爱做这就做这，伊爱做迄就做迄，毋是。咱伫创世纪，咱会通真清楚看出来，咱的天父上帝是真条条有理，真有次序，也咧创造。所以最后第6日，动物甲人类才出现。咱伫创世纪内面，咱看到咱的天父上帝，遮尔有条理咧创造，毋是简单安尼那定。咱看见天父上帝，也阁继续咧维持即个天地间的次序。咱看到天体的运行，看到春夏秋冬的进行。即马天气较冷啊，因为已经是到冬天。四季伫遐咧运行，这拢是天父上帝在掌握、在维持的即个次序。咱看到日出，看到日落，嘛是共款。所以有时啊，咱甲咱的朋友讲笑，讲你若会安怎安怎吼，明仔载日头就会安怎对西边出来，因为迄是无可能。这是天父上帝在维持的次序。真奇怪，就是今仔日是21世纪电脑时代，咱的台体、万分，咱拢已经真惯势。高体嘛是共款，有时的万分，拄着伊无办法克服的原因，共款嘛会万分。咱出国的时，有时搭飞机，毋是干那万分，万几啊点钟。有时对早起等到暗时。最近德国落大雪，迄个机场全咧关起来，飞机无法度起飞，也是降落。遐人客拢伫遐等，因敢若讲啊，就是安尼啊，就无法度啊。所以，一个基督的门徒伫伊的生活内面的次序是啥物？就是主耶稣甲咱讲，独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来用咱现代的翻译就是讲，先追求上帝主权的实现，遵行伊的旨意。迄个意思就是，咱都要顺服天父上帝带领，遵守伊所予咱的即个次序。当天父上帝的主权伫咱的活命内面显现的时，咱的确会领受天父所应允要予咱的福分。咱台湾有一句俗语安尼讲，讲人若无照天理，天就无照价值。迄个意思就是讲，人若无照上帝所定的次序来行大做人，会破坏了宇宙间的自然律，最后人类颠倒受害。咱看见2010年。北二哥因为走山砍落去，迄当阵家人中山教会的赖牧师的师长拄啊开车对遐去，把咱淹去。咱看到2009年
治本温泉即个金帅饭店，伫咱大家注目的中间，安尼直直倒落去。我毋知恁会记哩无？是安怎？因为即个饭店起伫水路的顶面嘛，水本来就是安尼行，普通时啊检测无啥物影响，总是当大水来的时，迄个水的力量是真大，所以咱看到即个金帅饭店，都是安尼倒落去。所以，咱做一个基督的门徒，伫咱的生命中，咱一定要确实来顺服上帝的带领。咱要把握伫咱生命中的迄个处事，互上帝的主权实现。咱毋通违逆咱天父上帝的旨意，自我中心，想要做啥物就做啥物。咱知影咱的生命会使有3款无共的形态。头一款就是亲像即个图，迄个我坐伫心中的迄个宝座顶面，伊自我中心，伊要做啥物就做啥物。这可能就是遐个毋捌主耶稣基督，因为咱看到主基督是伫迄个生命外面。总是也有已经捌主耶稣基督，检测已经洗礼成做基督徒，毋过伊甲主耶稣伫耍抢伊亚的游戏。我毋知影恁以前青少年的时捌耍过抢伊亚无啊？大家为一个箍啊，捡一只伊亚，然后音乐若停，你就爱赶紧去坐伊亚，是毋是安尼？咱做一个基督的门徒，咱有伫甲主耶稣抢伊啊？虽然我已经洗礼，虽然我已经伫教会真久，嘛拢有来礼拜，毋过你是毋是真正非常愿意将你生命的主权交予主耶稣，互伊来掌权带领你一生？所以。第3款的生命，就是亲像即马咱看到即个图样，你的心中迄个宝座，确实是咱的主伫遐坐着，伊掌权，互你有处事的活命，咱顺服，咱交托，咱愿意真正，互天父上帝主权显现，来遵行伊的旨意。伊正手边较下骹，迄就是拄则长老伫个宣调的时所读诗篇第1篇。伊要亲像一丛树栽伫溪水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干去。最后一句上介好，伊所做的代志，凡事要行通。你若有把握处事，你就会有即款的福分。大降节第2主日，咱得备万心听候主耶稣要来到伫咱的中间。咱要安怎来准备？咱就是爱亲像玛利亚，伫当年天使甲伊讲，你要生一个红婴仔，也未结婚，独身，迄是真大的代志。毋过玛利亚遵照天父上帝的主权，伊愿意顺服。伊伫伊的上歌，伫后壁的上歌遐讲：我心尊主最大，我愿意照天父上帝所欢喜的去做。这就是咱听候主要降临的时所有的准备。所以今仔日咱的经文在甲咱讲的。讲咱毋免看入迄是较表面，总是深入，咱会通把握到一项真要紧的，就是基督的门徒伫伊的生命内面，的确就爱有一个处事。迄个处事就是愿意将家己交予天父上帝掌权，互天父主权显现，
然后遵照天父上帝的旨意。这就是主耶稣这段圣经节要互咱的一个真好的勉励。今仔日是普世圣经的主日，我受到圣经公会交代，爱来到伫咱的教会，甲大家请安报告。咱知影圣经公会伫台湾做真侪翻译的事工。咱伫台湾每一主日大概有15款以上无共款族群语言的圣经的版本。总是拄则咱的长老在祈祷的中间讲到，犹原抑阁有无语通好读的族群，所以圣经公会抑阁在努力中。顶年，咱的教会为着圣经公会奉献112700块，这是真大的数目，真感谢咱教会对圣经公会的支持。圣经公会嘛有编辑这个研读本，伫个10月14，我有来到伫咱的教会。原来是讲10个人就会使开班，结果迄天20几个人，你嘛有来嘛吼？20几个人来上课，哇，真甘心。所以这个事工拢需要经费。我甲整理，大概有这几个真要紧的事工。咱普世圣经纪念主日的奉献，然后台语圣经继续咧出版，中文圣经咧修订，原住民族群的语言的圣经的翻译，佫拄则所讲迄个研读本，有一个800勇士的专案，就是讲一个人若奉献1万块，800个人有800万，就会生做真好的工。佫有各种会员的奉献。伫个明年2024年，需要有1300万左右，所以真感谢咱的教会顶年为着圣经公会奉献112700块，希望会通继续来关心，为着这个圣经的事工来代祷也奉献。咱的以后头前拢有一个奉献地，假使咱也有感动，咱会通看这个奉献地后壁有写一寡奉献的项目，咱会通照咱的感动来继续为着圣经翻译出版的事工来努力。最后，我阁一摆代表圣经公会，向咱各位兄弟来说道谢，愿主施恩赐福咱的教会，咱搁来祈祷。疼痛的天父，阮感谢你的恩典满满伫阮的中间，你有应阮最多的福分要互阮，总是是毋是？阮有真正把握迄个次序，阮有独独先求天父上帝的国。甲天父上帝的义也无，阮有伫生命内面，将主遵做上较要紧，第一优先。阮是毋是有互天父上帝的主权，伫阮的生命中间来显现，佮切切遵行圣经的教示？恳求天父上帝保守带领，愿每一位在座的兄弟，互阮继续努力。会通来领受天父上帝要赏赐互阮的恩典满满，阮安尼感谢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请掀开周报来读今仔日的经句，请咱做伙来读2遍。所以无得看如讲，我要食什么，要啉什么。要穿什么？因为这个拢是大帮人所求的。恁的天父也知，这个拢是恁欠用的。独独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这个物拢要煞互恁。马太
太福音第6章31到33节。所以无得看如讲，我要食什么，要啉什么，要穿什么，因为这个拢是外邦人所求的。恁的天父也知，这个拢是恁欠用的。独独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这个物拢要煞互恁。马太福音第6章31到33节。三甲历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第5首，请起立。请坐，奉献，请林中正长老、高子安长老甲詹依仪长老来负责维献，请齐同庆执事、詹基昂执事甲廖瑞芬执事来负责奉献。请起立。
请坐。请看周报397页消息报告。第2点，今仔日是普世圣经纪念主日，特派陈清平牧师来讲道请安，感谢陈牧师，也请兄弟关心代祷甲奉献。第4点，今仔日中昼11点半要召开中执会发展委员会甲建堂委员会联席会会议，请中执委员甲顾问参加。第5点，要参与明年度献花登记家庭礼拜甲活泼的性命灵修月刊的兄弟，请到1楼公布栏登记，登记到今仔日为止。第6点，宣教组甲各事工组伫12月24下晡1点到5点举办圣诞节联合事工厅，中山分享厅为着举行义卖，欢迎兄弟捐出无用过的物件，对今仔日开始收到12月16拜六为止。第10点，教育组报告，评估家己会伫年底完成每日读经200章，也是200讲的，且伫1楼公布栏登记姓名甲上爱的经节。明年年初时要颁奖，奉献的部分若有订单，请找财务组中执订正。周间聚会甲后礼拜的圣工事项，请家己看，请陈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互咱等者请礼拜组来报告咱后礼拜要去耶和华礼拜遮的注意的事项。但是伫遮来欢迎咱的新的朋友。咱头一位是欢迎对日本回来的林义实蔡淑慧，欢迎您，欢迎。好，请坐。第2是郑颖硕先生，欢迎。好，咱导演片准备吼，好，安尼直接嘛提醒咱，就是讲。咱即马即个诈骗的手段吼，是哪来哪推陈出新，所以请咱兄弟姊妹一定爱注意，一定爱注意，因为最近身躯边有听见有人互诈骗，所以咱一定爱注意，所以请你若是啥物有疑问请你一定爱问咱处理甲少年的即辈因为即马 AI 啊啥迄个推陈出新，所以请咱特别是咱的长辈爱注意。但是嘛，毋通讲惊甲毋敢接电话因为有当时要联络啥物代志，拢无爱接电话，嘛感觉足困扰的所以咱就爱注意，但是就是咱嘛是爱轻松过日子安尼。咱只是请礼拜组来报告咱后礼拜、耶和华礼拜遮个代志。大家平安。咱顶届已经报告过拢差不多行程拢共款，所以我将即个报告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尔。即个 PPT 会放在咱的迄个 LINE 群组，互大家好，上重要就是咱一拍的时间你若毋是家己驶车的咱8点到8点15分，踮咧迄个松山火车站头前迄个圆顶广场爱集合8点20要来上车，所以8点半咧，咱的车就要准时要出发去的时阵，你可能看无迄个游览车，因为游览车袂使踮遐停所以若看无车无要紧，你就是踮咧遐，阮会真侪人踮咧遐伫招呼所以尽量8点15分一定爱集合。顶礼拜有报告伊讲拄好有迄个路跑咱看这个路跑中即个所在就是管制的所在这差不多就是民生社区啦，迄个宝清街遮附近你若要来到车头咱即摆毋是要踮咧教会，咱是要去车头，所以行八德路，也是对南港来即边拢会使所以拢袂向踢着。我相信大家拢有经验因为大概路跑拢是安尼所以你若讲平常时爱开10分再到车头，你可能爱零较快的时间差不多爱加倍的时间。好上车了后，应该咱拢迄个暂时拢会甲咱提醒所以无要紧。驶车的人嘛是利用定位用迄个这 Google 定位家己去
行3号跟行迄个62号拢会到，因为即摆毋是旺季，所以搭车的机会无悬啦吼，所以敢若搜寻即个芥菜总会孙理莲纪念营地吼，都会串迄个路线吼，所以拢应该是真好走。塞车塞到营地的入口的所在吼，一个上坡的路，啊你直接甲塞入去，阮遐有派一个同工伫遐甲你招呼，无你会。直直驶去，你会错过吼，所以直直驶入去吼，驶入去了后呢，伊个停车场无够咱停，所以敢若17位。啊，咱的同工会甲你引导吼，啊停车停好，那迄个中背吼再先落车，啊若无位的时阵吼，你拜托你赶快驶转去迄个门骹口，啊门骹口的迄个左右两边的马路吼，拢会使停车。啊对下骹行去哩，敢若2分钟3分钟尔吼，所以。拜托迄个较少年的，还是较壮年的吼，拢让迄个位吼，互厝内有长辈迄个家庭来优先踮咧顶面停车吼。啊，到迄个停车场落车的所在，行到即个教堂吼，敢若迄个大溪仔吼，敢若8溪仔尔，所以真好行，啊无悬吼。所以行起哩应该是无啥问题，但是你若是坐轮椅的吼，坐轮椅的咱阁有一条路吼，较伫边仔停车场边仔，咱遐同工会甲你讲，会使刹轮椅吼，刹到迄个较长的外面，迄嘛是1分钟，差不多行1分钟就会到吼，所以拢短短啊，所以无管你行动有方便啊无方便，拢会使参加，一定拢无问题吼。咱同工拢会甲你斗3工，吼啊入去教堂了后呢，咱就赶快入座吼，啊一个椅仔呢拢坐3个人吼，因为咱即届的人不加坐吼，所有的人坐满吼，无剩椅仔，所以袂使放行李在你的椅仔边啊吼，尽量放在你的椅仔下骹吼。好啊甲顶届报告无共款吼，咱即届无儿童无主日学教室，儿童呢甲咱大人做阵做礼拜吼，啊但是幼儿吼爱拜托幼儿的家长。吼，较辛苦的，带去伊咧山顶吼有一间较细间的教堂吼，啊，但是山顶是山顶啊，咱行的路嘛是3分钟5分钟的代志尔吼，啊不知道是不是，所以带囡仔应该是蛮好玩的吼，会使到顶馆有一间小教堂吼，我嘛有同工会在那边引导你吼。好做礼拜做了吼，莫赶紧就走去变数啥吼，咱来翕相翕了再才离开，咱要翕一张。全体大合照哈拜托幼儿组的迄个同工呢，礼拜结束的时候把幼儿通通带下来，大家一起合照哈。一起合照之后，我们再去餐厅。啊，你若袂赴通变数吼，他变数嘛不加侪紧，但是袂赴通变数嘛无要紧，因为对迄个所在到餐厅敢若12分钟尔，塞车12分钟，所以到餐厅再来变数嘛是会赴吼。好，啊，塞车的人，因为坐游览车的人就无问题吼。游览车会甲你塞到迄个餐厅的门口，啊，但是迄个餐厅门口因为迄交通车嘛是足多吼，所以避免把人家那个路站太久吼，人家下车动作稍微要快一点。一下车吼，就入去餐厅内面，唔好搁踮咧门口在那边逗留吼。啊，你若家己塞车嘛是一样，嘛是共款吼，你。用迄个搜寻的吼，场地里餐厅，咱这拢会踮咧迄个网络上面公布吼，啊，差不多12分。较重要的代志就是讲，恁兜若有长辈吼，一定车爱驶到门骹口，所以要到迄个餐厅以前有一条岔路吼，较复杂的就是你爱做一个回转的动作吼，所以转起来家己看，啊无你会错过迄个大门口，迄个长辈就爱行路。搁行一站啊，再当转来吼，所以挖一个迄个回转道啊，就较会使踮咧迄个餐厅的门口口来落车。啊，落车了后呢，咱有3个停车场吼，两个停车场，应该是有够咱用吼。你着直接驶去，啊，看到7的时阵吼，你着右转吼，右转头一条路，再搁右转，啊，遐有同工会甲你引导入去因个餐厅的停车场。啊，迄个停车场无位的时阵吼，迄同工会甲你指示搁。去另外一个停车场嘛，是咧附近尔吼。啊，这就是你看到迄个7转弯的所在吼。啊，转弯挖入去头一条路，搁挖入去的时阵，你就看到即个场地零的停车场吼，会使停差不多20-30位。
吼啊，两个加起来应该是在停，咱有够通停啦。就是今迄天若是有别个游客嘛，伫遐时阵会较歹停淡薄啊吼。啊，第二个停车场附近嘛有一个公有收费停车场，一点钟20块尔吼，所以你来讲正经停袂落，你就去付费停迄个20块的吼。但是呢，餐厅附近呢有餐厅北京餐厅的停车场，迄毋通去人停，迄1点钟爱100块。吼，你若毋是无伫遐食饭的时阵，你爱停车费就足贵的吼。所以北京餐厅的停车场呢，咱是莫停吼。啊，伫去餐厅了后，因为餐厅嘛无空间，无讲介大吼，所以因为惊迄个热汤啥吼，所以囡仔吼爱互坐好，毋好互伊拍照安尼吼。讲。好，来，重点提醒，吼，咱伫车头集合上车，毋是伫教会集合，吼，所以8点半准时上车，吼，你毋通讲我8点半到要来出门，吼，咱教会拢足准时出门的吼，所以请咱注意这点。第二，咱爱提早出门，因为迄天有路跑，吼。第三，咱爱带名牌，今仔日已经将迄个名牌贴分互咱，所以咱一定爱会记住吼。好，来，这是咱来公道。咱来为着咱的兄弟姊妹，为着国家、社会、世界来祈祷。吼，大先咱为着真侪身躯欠咱的兄弟姊妹，吼，咱嘛为着各伫病院的庆福兄来祈祷，求主帮咱扶持。咱嘛为着怀孕的姊妹愿迎，吼，咱即礼拜佫加一位名医，吼，恭喜，咱嘛为着即个家庭，吼，为着因来祈祷。咱嘛为着建堂的事工来祈祷。然后，咱嘛为着咱台湾伫各地宣教师甲世界遮个战争，也是真侪的天灾的状况来祈祷。吼，咱嘛为着今仔日所听见圣经公会因的事工甲因的需要来祈祷，请。伫团也庆贺遐来祈祷，恳求你保守庆贺遐，会健健恢复健康，也互因的姊妹愿因甲名医来祈祷，恳求主你保守因，互因身躯会当勇行，会腹肚内囡仔会当平安健康的长大。我们为着教会建堂的事工，甲其他的事工来祈祷，恳求你帮咱引带。愿今仔日也听见圣经公会的事工，恳求主你来陪伴因的需要。台湾、世界及各地宣教士祈祷，恳求你带领这宣教士。主，阮感谢你，互阮今仔日伫遮搁一摆透过你的话来提醒家己。主，恳求你的话进入阮的心中，来成做阮的救主。互阮毋是要家己来做王做主，是用你来坐伫阮内心的宝座来做阮的救主。主，恳求你保守帮咱，互阮也时刻为着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特别真侪身躯欠咱的兄弟姊妹，因长期伫福建接受化疗治疗的，主恳求你，互因有勇壮的身躯，也保守因的家庭，也会当有信心，会当来面对即段真艰难的时刻。阮也为着大院的庆福兄来祈祷，恳求你看顾保守，互伊会当有平安，也互伊厝内的人也会当伫即时，也会当伫遮来陪伴的时也有健康。主，阮也为着怀孕的姊妹献上感谢，恳求你保守愿用即事工名医，互因怀孕的过程拢有上帝你的固守。阮也为着教会事工来祈祷，无论是社区的事工、建堂的事工、阮的教育的事工，主恳求你拢保守帮咱。特别为着后礼拜，阮要去野外礼拜来祈祷，恳求你帮咱，想说互阮有适合的天气，互阮伫遐会当相甲做伙来聚会。主，阮也要为着各地宣教师祈祷。真侪宣教师伫无共款的所在宣教，主恳求你保守因的平安，也为着台湾、世界来祈祷。真侪所在，阮看见有天灾、有人祸，主恳求你也保守，互遮的一切拢会当来停止，互你出世的平安会当来享受互即个世界。阮今仔日也听见圣经公会因的事工，恳求你保守，也互阮兄弟姊妹为着即个事工来奉献、来祈祷。恳求主帮咱，互阮伫未来新的一个礼拜，无论是甚物时刻，无论拄着甚物代志，互阮拢会当坚调主，勇敢来为主来徛在。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伫遮搁一摆提醒，咱后礼拜咱无
伫遮做礼拜哦吼，并且咱嘛无直播吼，所以伫遮来提醒大家。即时来吟圣诗394首，圣诗394首，吟诗线，请陈牧师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永远甲恁伫地，到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